大家好，我是李友胜啊，天天先生，向下来运动哦啊，老爷嘅头呢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肩头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翻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哦，老娘嘅背龍骨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各位拜。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腰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老娘嘅七頭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天天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翻片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翻片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！你嘅數腕叫木足啊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！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翻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兼用暖身运动，会记得冇？啊，向下，等一下，天天先生向下来跳舞哦。想象力是你的超能力哈。接下来呢，要想象一下水的感觉。啊，水神，大家知道水神是什么？共工嘛，水神，空工。啊，水的感觉用手做，用手做。哦，好像有水的感觉。啊，但是呢，细节要怎么做呢？很简单哦，教大家一下，把肩膀抬起来，一个，然后手肘换手肘。这边再抬起来2个，然后这边抬起来3个，推出去，把它甩出去的感觉1、2、3、4，然后把它加快，哒哒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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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很像水的感觉。啊，这边也是左手一下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慢一点哈，哒哒哒哒哒哒。要加快，叭叭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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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水神，哒哒哒哒，空弓，哒哒哒哒，水神，哒哒哒哒，空弓，哒哒哒哒。好，这就是上半身的动作。好，正式跳舞前的第1个8的上半部的动作。脚很简单，左脚往这边踩。2下，1、2，接下来换右脚，1、2，再一次，1、2、1、2，好，把你的膝盖呢往上抬高一点点，好，看你可以抬多高，啊，原则上跟着节奏就抬高就好了。那抬越高呢，那大腿呢就会打这个血液到你的心脏，好，那你那整个身体热起来的感觉呢，就会对健康更有帮助。好，那这运动呢，就会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变更好。所以呢，我们把第1个8拍是这样做：1个、2个，1个、2个，1个、2个，1个、2个。算拍子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这是第1个8。好，
然后呢，第二个八拍呢，把你的肩膀也是一样，但是我们这次不做上面的，我们这是在下面做，下面做一样哈，肩膀抬起来，手肘、手腕放出去，肩膀抬起来，手肘、手腕放出去，一个、两个，一样哈，就做右左右右这样就好了，左右左左，上上，打打打，然后就这样1、2上 and 上，2、2下 and 下，但是呢，手完了以后，我们要加脚，踩出去，脚是这样子哈，踩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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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 U 片踩，让左片啊 U 片2次，1、2左片，1、2、3 and 4，好，所以脚也很简单，右左右右左右左左，跟着做哈，右左右右连起来，左右左，顺着加手，右左右右左右左左，好，水的感觉，最好水有这种感觉，好，模拟、想象、模仿是最自然、最简单的哈。好，从头1到2的感觉是这样子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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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好，可以就可以1加2。接下来第3个八拍，好，在这边7 and 8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这样子，脚夹一下，好像沉到水里的感觉，然后到这边再蹲一下，哦，实际上它只有2个动作，看起来好像很复杂，但其实只有2个动作，一个就是这样子，一个就是这样子，好，所以是很简单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。手呢很简单，包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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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加起来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点立体感，所以会看起来像这样。正面哈，正面看起来是这样。1、2，我再一次哦，1、2，然后左边一样啊，一样换边，左脚拉起来，左脚拉起来，好，做4次，这样总共是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刚有3个动作加在一起。第一个是这个，第二个是左右左左，第3个是包起来的感觉哈。5、6、7，停停耶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打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准备包起来。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可以吗？然后推出去，推起来。好，第4个八拍比较复杂一点点，看一下脚哈。1、2，好，简单的部分就想这样摆荡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3。打打打，好，这是这样子，1、2打打打，1、2打打打，就这样做。再一次哦，第4个八拍比较复杂一点点哈，看一下哦，让左片，右脚，左打打，回来以后，让右片，打打打打，好，加手就是这样子。推推挡打打，推推挡打打。好，第4个八拍再一次哦，1、2挡打打，1、2挡打打。好，接下来永就会第4个八拍，从头顺下来哦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把左右左左，走，右，打，包起来在水里，包起来在水里，推，挡打等推，挡打。好，再一次哦，顺着，好，听给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包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推打踩打推踩当打 ，ending pose 摆好。加油呢，跟着节奏哈，我们来算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音乐，我们跟着音乐算一次拍子哦。来，预备，音乐，请走。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就會加用嘅節奏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啊，大概是这种感觉哦。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跟着音乐走一次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音乐的感觉呢，就是在这样子，2、3、4，所以我们随时要准备好 ，OK？ 好，音乐下。2、3、4、5、6， U 片，上下，包起来，3、4、5、6，推，当打，推，当打，ending pose， 好，前面一拜。音乐，请走。算拍子。6，右手 ，Go。6，上下 ，Go。左，打，打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推，打，推。今日用嘅動作要記得喎，要練習哦。先聊一下。OK， 接下來可以做嘅動作係火神，火神嘅動作就係按用搏生氣的感覺哦。然後生氣的感覺呢，要怎麼做呢？做完之後呢，我們把這個感覺放在動作裡面，再把這動作的感覺記住哈。待會要把這個力道呢發出來，在動作裡面。然後呢，第一個動作很簡單，往旁邊推牆的感覺，推牆的感覺，好像這邊有個牆推出去的感覺，這邊有個牆推出去。然後呢，腳很簡單，往這邊好像有個牆踩住的感覺。這個感覺要去模擬一下，仿佛這裡有個石頭或者是一個牆踩住，然後回來踩住，回來踩住，回來踩住。好，加上你的手，打，好，要這種感覺，踩，打，1、2，這樣是2拍動作，我們會做3次哦。一樣的東西，3次會做一樣的東西。1、2，手呢在2接3的時候會這樣子交叉一下，腳會這樣子，看一下，注意看這個腳。1是不是這樣踩了？2是不是往這邊踢了？回來的時候腳交叉，你給油棍扭一下，扭一下，扭一下，手自然擺動就好了，扭一下，扭一下。OK， 1、2，自然擺動，3、4，再慢一點哦，1、2、3、4，加快的感覺是這樣，1、
2、3，打大。交叉的时候要这种感觉，好，这里要有个拍子的感觉，蹦哒哒。再一次哦，1、2，脚交叉，2、脚交叉。第3次，3、2，脚交叉。第4次，哒哒。但我们这次有点不太一样了，我们变成手这样，哒哒哒，哒哒哒。所以呢，第4次是这样子，哒哒哒。但是脚呢很简单，就跟着手一起开，但要注意哦，不要打太开哈，会避免滑倒。所以是哒哒哒。好，可以吗？再一次哦，哒哒哒。再一次，哒哒哒。好，前面3次呢加这一次，啊，只有前面2拍的动作是一样的，所以是从头的感觉是这样，2个8拍加起来是这样，6、7、8、1、2，脚交叉，2、脚交叉，3、脚交叉，4、画半圈。OK， 这是第1个8拍加第2个8拍。第3个8拍是这样子，手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很自然的把手放回来这边，放在胸前就好了。一切就用最自然的动作。然后呢，把你的手往后拉，好像这里有一个橡皮筋，拉回来，拉弹回来，拉弹回来。所以有个弹回来的感觉，你拉是不是会有个弹回来的感觉？蹦蹦蹦蹦，弹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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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用力一点拉，怎么样用力一点拉呢？把身体的力道一起加进来，所以我们会把膝盖稍微往旁边打开，拉，啊，弹回来了，拉，弹回来了。哦，回来的时候呢，很简单，就自然的蹲下，这样就好像打拳击的感觉。拉弹回来，拉弹回来，拉弹回来，拉弹回来。好，一样，右左右右，左右左左。好 ，U 走 ，U 走 ，U 走走。好，很自然的这种反弹的感觉。好，不要把它想成动作，想以前自己常做过的东西，譬如说你在拉一个绳子弹回来的感觉，拉一个绳子弹回来的感觉，这个东西比较重要，因为这个有个弹性，这个弹性就是一个 bounce 的感觉，boom boom， 顺着 boom boom， 走 ，you 走走，好，从头第1个8到第3个8，5、6、7、8，推推，脚交叉，推推，脚交叉，推推。第3次准备画半圆，哒哒哒哒哒，弹弹弹回来，弹弹弹回来。然后这个时候呢 ，backhand， 所以就要往前踢，这边捶一下，啊，捶一下，踢踢踢踢，好，所以是这样，踢踢踢踢，好，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哈，拉回来，这个时候弹，自然的往后拉起来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弹，自然的往后拉起来，弹，自然的往后拉起来，弹，自然往后拉起来。好，所以这里只有四次动作哈，6、7 ，Go， 右手、左手、右手、左手，然后呢，4次之后，1、2、3、4，手打开，哦，这里想象有一个拳头啊，我要很生气，我要把它这样，然后呢，脚交叉一下，嘣，再一次哦，嘣。打开来，嘣，啊，所以就做右边1次，左边1次，哒哒哒哒。第3个8结束的时候，这是第4个8 ，OK， 我们把这个4个8拍动作哈，刚刚1、2、3做过了，现在把第4个8加起来哈，6、7、8，推推，脚交叉，推推，脚交叉，第3次，脚交叉，蹬。蹬，画半圆，弹弹
弹弹弹，左右弹弹，捶捶捶捶 ，OK， 拳头握紧，2，好，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OK， 跟着节奏，好，慢慢来一次哈，好，听听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，哒哒哒，2、2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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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画半圆交叉，动动动动，弹回来，弹回来，动，往前捶，1、2、3、4 ，Poken， 动，卡动动卡，好，接下来 Force 就用 Poken， 大力点做哦，5、6、7 ，Go， 蹦子蹦子蹦吧吧，蹦子蹦子蹦吧吧，蹦子蹦子蹦吧吧，等蹦子蹦子画半圈。下一个动作很简单，好，把这边弹起来，动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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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捶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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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Poken， 哒咚哒咚哒。好，跟着音乐节奏算一下拍子的速度哦。OK， 音乐请下，算拍子哦。八八八，哦，感觉一下，身体要这样弹跳感，准备待会要弹跳的时候很好跳。5、6、7、8，哒哒哒，好，这种感觉要进来哦。OK， 好，这次呢，正式呢，跟着节奏喽，哒哒哒哒 ，OK， 我们跟着节奏哦，弹的节奏，开始音乐走，2、3、4、5、6，脚交叉，蹬蹬，脚交叉，画半圆，哒哒哒，交叉弹弹，蹬蹬哒，弹弹，蹬蹬哒蹬，前前前前 ，OK， 嘟嘟嘟，看 ，OK， 好，那这个呢，多做几次没有关系，好，重点是那个切换的感觉，好，你要一直这样做也可以，哈，自然的感觉就好了，啊，重点是这个节奏感要出来 ，OK， 弹的节奏，亲密一拜。脚交叉，吧吧，第3次，准备画半圈，弹出去，捶 ，Poken， OK， 这样子大家都会了吗？好，先聊一下。